Hello， 我係 Yumi 啊，咁啱啱打風咧就取消晒啲賽事啦。咁禮拜日本地11場賽事，再加多2場咧轉播賽事，咁形勢咧當然係混亂啦。咁唔知大家咧有冇睇師姐 Emily 咧嗰一條片咧？嗱，睇完咧唔使再問啊，點解方嘉柏同潘頓咧咁少交收啊？嗱，當然啦，今日咧亦都有方嘉柏咧馬房手足講下禮拜日嘅部署嘅。Hello， 我係 Yumi 啊，未訂閱我哋 Win Win 工作室嘅朋友咧，就記得要訂閱我哋呢一個 channel 啊。咁撳完之後咧，記得撳全部啊，咁就唔會咧遺留咗我哋影片噶啦。咁另外啦，如果想賽馬日收到 Tracy 同埋 Emily 嘅賽日免費資訊咧，就記得加佢最底嗰個 WhatsApp 啊。嗱，尋日條片咧，除咗解說咗啊，方嘉柏同潘頓咁少交收嘅原因咧，真係有啲嘢咧唔講就唔知啊！睇完咧就真係以後都唔使再問啦。咁馬房手足咧亦都有透露啊，嗱，其實尋日 Emily 咧同 Tracy 嘅原意咧就係想問下，喂，方嘉柏今年係咪爭冠軍㗎？同埋咧，究竟莫雷拉咧係咪真係申請佢嚟咧，為咗協助佢爭冠軍嘅？嗱，馬房手足有講過嘅。今年馬房係有諗過爭冠軍嘅，咁所以做啲功夫咧一早已經係做好晒噶啦。嗱，而且本身咧就話其實咧就希望真係請到雷神翻嚟係助攻嘅。嗱，希望點解咧？因為佢話咧而家其實馬房咧鬥爭咧好激烈啊，咁而最重要咧就係頭嗰幾個月咧，如果係大甩對手嘅話咧，最少有一啲咧係諗住爭嘅馬房啊。嗱，因為咧馬房手足咧都有講過噶，就係話咧有機會開頭爭嘅馬房咧真係唔少噶，咁所以如果真係要做冠軍練馬師咧，帶甩其他馬房咧其實係最好嘅方法嚟噶，最少你帶甩咗，最多都係2-3個馬房決定再跟你嘅啫，咁所以方嘉柏馬房嗰個策略咧就係呢一個啦，咁就希望咧頭段可以帶甩對手啦，咁亦都咧另一啲諗住咧搏下爭下嗰啲馬房咧卻步啊，咁呢個咧就係策略啊。嗱，其實咧同之前5棚子咧差唔多嘅。嗱，馬房手足有講啊，特別3匹馬絕對要留意嘅。第一匹咧就係第3場5班16米10號嘅富裕君子啊！嗱，呢一匹富裕君子咧，其實上次飛數咧都幾穩定嘅。嗱，呢一隻馬咧就未話係到咧9成勇嘅，咁今次咧就唔同啦。馬房咧話佢搏完一場之後咧，連續跳2課3段咧，嗰一隻馬嗰個收身咧更加之好啊！嗱，講到明咧呢一匹馬唔怕外檔嘅，因為上一次咧本身喺內檔咧都專登咧抽出去跑啊！嗱，佢話咧其實5班咧，如果真係有後勁嘅馬咧，係唔怕蝕位嘅。咁好多時咧，佢話咧，尤其是係困失喺內檔咧，相對咧富裕君子呢啲咧咁細隻嘅馬咧，未必有幫助啊。嗱，因為佢話咧咁細粒嘅馬咧，又要等個空位走出嚟咧，呢一隻馬咧一定要望空咧更加之好啊。咁可以見到咧，其實上季咧佢喺外面跑咧，反而嗰個反應咧更加之凌厲啊。嗱，淨係睇上次就知啦，佢話咧唔係局限於黏軟地噶，就算咧係好快地咧都冇問題噶。嗱，另外一隻馬咧就一定搏噶啦，因為咧佢話咧如果啲後生馬上咗力咧，呢一匹馬咧未必話交得出水準啊。尤其是咧佢而家係分頂啊，咁要講嘅咧就係第4場4班12米8號呢一隻日日獎啊。嗱，呢一隻日日獎咧馬房咧就話其實佢咧隻馬咧就上咗力之後咧就好難話退翻落嚟啊，咁所以咧就算係分頂咧都希望爭啊。咁上一次咧就輸俾班數甚高嗰一隻熾烈神驅咧，咁就冇計啫，輸個頭位。咁所以馬房咧今次就唔會縮噶啦，咁即係咧唔會玩賠率噶，希望搏埋呢一場咧先再減分或者再作部署啊。嗱，因為呢一匹馬咧佢話講到明個評分咧都冇乜理噶啦，係跑呢一隻馬咧大勇特勇嘅啫。好啦，另外啦，第9場2班12米，咁馬房咧就出咗一隊嘅，就係3號嘅太易穩啦，同埋咧4號嘅武林密碼。咁佢話嗰個主力咧都係放咗喺武林密碼嗰度嘅。嗱，因為上一次咧呢一匹馬其實都做咗功夫啊，雖則未算最勇，但係去到第9場咧就取消咗啦。嗱，講到明咧呢一匹武林密碼咧有冇成成入場都搏嘅，咁所以上一次咧其實都諗住搏命嘅，尤其是咧佢
黏軟地咧都冇乜影響啊。咁當然啦，佢話今次咧雖然阿黃志宏咧停咗賽啊，咁但係咧比翻何澤堯跑咧更加之好啊。嗱，因為本身咧呢一隻武林密碼咧初頭2場頭馬咧都係由阿何澤堯操刀噶，咁喺度咧亦都好希望阿大師兄何澤堯咧贏翻多啲馬，咁等啲自信咧翻嚟啦。咁始終咧馬房手足咧都透露過啊，阿何澤堯咧上季代完馬咧之後，雖然嗰個健康咧都冇乜問題，咁但係佢話咧個信心啊、自信心方面咧，尤其是啊，佢話上一次嗰個跑道咧有凹陷啊，咁啊何澤堯咧騎嗰隻星雲笑着咧，其實咧都有少少影響噶，咁所以咧都唔好話唔驚啊。嗱，因為佢話咧始終都明白代完馬嘅人咧都會有陰影嘅，咁所以呢一隻武林密碼咧，希望幫阿何澤堯咧帶來一場頭馬。佢話呢隻馬咧就唔需要話點樣去懷疑噶啦。嗱，因為咧佢話啲對手咧除咗太易穩一隻啊，全部咧都係上一次排位嘅對手嚟嘅。咁另外啦，馬房手足都有講啊，除咗呢幾匹之外咧，有幾隻側身馬，例如呢一隻咧飛龍在天啊，同埋呢一隻棒棒堂咧都係側身嘅。咁今年咧都講到明啊，係有機會取得頭馬嘅馬嚟嘅。咁佢話呢2匹馬咧暫時嚟講咧就未，因為咧就未去到最後試跑啊。佢話稍後咧先再 WhatsApp 通知阿 Tracy 啊。咁喺呢度咧就好多謝方嘉柏馬房手足啊。除咗講咗阿方嘉柏同潘頓嘅故仔出嚟之外咧，亦都講咗啊禮拜日嗰啲戰馬嘅部署係點啊。